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秋节假期开始，台铁高铁因为疫情坐车人减少，改做家己塞车。目前国道5号已经塞车，可能会塞到半暝。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做机组员3+11检疫的专案报告，不过说和国民党立委主动要求伊落台负责。富平台限制合作餐厅伫平台摊的介绍，爱甲店来共款，违反公平交易法，罚款200万。明仔载开始就是4天的中秋节连假，过道开始就有袂少人开始咧回乡啊。台铁甲高铁拢有去加班车，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坐车的人无亲像因过遐尼多，大家拢改做家己塞车。目前国道5号落南的方向已经咧塞车，高公局预估可能会一直塞到半暝。国道5号路南路段伫拜五中昼过后，车就真济，到尾暗比去年中秋节同期增加4%车流，可能会塞到半暝。北区都会区下晡也开始塞车，高公局估算，连续假期4天当中，路南车流会集中伫前2天早起，上北会落伫后2天的下半天。连假第2天，如果你想要南下的话，建议尽量利用下午的时段出门。那后2天呢，也就第3天、第4天，北上的民众们会建议利用上午的时段出发。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的人拢家己塞车，上铁的人潮明显不如过去中秋假期的人多，不过也是维持高规格防疫。但头区梅花座车厢禁止食物件，上铁所有列车在中秋疏运期间，只被对号座无被卡票。疏运期间，我们已经售出了29万9千多张的车票。那整体的运能，我们是预估。在较109年中秋节来讲，整体的运能预估是下降30%左右。另外，国道客运5月中开始，因为疫情紧张，民众减少出门。这摆中秋假期，旅客小可回流，业者甲旅游平台推出折扣抢客，连续假期也适用，希望能伫后疫情时代将旅客吹回来。因为快1年没有看到我爸妈啦，对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然后现在又稳定，然后算疫苗也都有打了，那就觉得说好，那就回去啊。端午年假那一次的一个售票情形，大概是1成多一点。那我们这一次的预售情形，累计的话，平均起来是4成。公路总局预估连续假期会有一波出7号车潮，苏花界所有往花莲路段，会伫18透早2点开始，就出现路南车潮，会继续到下晡3点了后才会疏解。连续车坐时间可能有13点钟，民众应选择避开，出发进前先查路况。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边的中秋连假是疫情降做2级了后头一个休4天的连假，这民众拢会趁这几天好好算一撮。因为烦恼伤侪人滚珠，高雄市府就提供人电警示的系统，望民众唔通拢徛伫同一个所在。另外，台东县府伫咧复工渔港的港边有设免费的快筛站，鼓励游客会当生态检较周全，家己会当欢喜游览，离岛居民嘛会当安心。拍开网页，点要去的景点，就看到人潮状况，为避免4天中秋连假，景点人伤过济，塞车，阁有防疫的风险。高雄市府甲电信业者合作推出旅游人潮警示系统。红灯表示现在的人流略多，已经达警示状态，可以请民众评估调整自己的行程。如果是红灯的话，代表景区的人流即将过量，现场会进行管制。这套系统会以通讯甲 AI 技术对7大开放式景点做人流分析，互民众早晨避开人潮。另外，屏东慢慢地下街，若到假日，就有真侪人来买地卡，为避免人济交通塞车，佫造成群聚。伫中秋连假也要做交通管制。高中路及永和巷之间的民和路段，在4天连假上午9点到晚上7点，公告划设为行人徒步区，禁止车辆通行。同款游客真侪，台东绿岛居民烦恼人潮带来疫情，希望登岛旅客爱有快筛或者是疫苗证明。不过中央并无强制快筛规定，有游客买票时必要求出示证明，有的无必要求，和游客积极客运业者可能也无做好配套措施。规定要有持快筛证明才能进入绿岛吗？或者是好这边没有规定，没有强制嘛？那我坐船到了绿岛，绿岛那边就说你要有快筛证明才能让我入岛，那我是不是就白坐了一趟？
台东县府强调，中央无强制民众快筛地方，也免强制游客做快筛，可能配合离岛居民的请求，伫码头提供游客志愿性快筛服务。目前大部分的人拢愿意配合，国家呼吁要去离岛的游客上好用快筛做疫苗，共同防护离岛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增加2例本土，6例带病入境，无人染病死亡。指挥中心下晡公布新北幼儿园相关病例的基因定序结果，确定有5个人佮染到Delta变种病毒，目前计共是有28人染到Delta。继续来看好消息的部分，今日咱家己买疫苗有2批到货，分别是64万筒的 AZ 甲108万筒的莫德纳疫苗。中秋节之前，一个疫苗来到台湾，咱国家己买64万剂 AZ 疫苗，17下晡3点外由泰国运到台湾。新拄好，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伫面册发文，咱国家己买108万剂莫德纳疫苗，预计暗时10点外会运来到台湾。总计一天有172万剂疫苗到货，后续的进行检验了后，再个提供予民众来注射。另外，伫国内本土疫情方面，拜五17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拢是伫台北市。案例16226是70外岁女性，9月中因为其他原因就医采检而确诊。案例16227是20外岁女性，9月中因为肺病需求采检才确诊。有这个个案的男朋友甲家属，伫5月时阵拢捌确诊。即阵的疫情调查也继续伫进行，要来调查这个感染源。因为它验出来的 CT 值还有疫调看起来都比较像过去哦，所以我们还会再多采检，然后再验它的抗体来确认。对着新北幼儿园互相烧话情形，经过检验，Delta 变异株，伊个新增加5例，这个互相烧话确诊人数维持在33例，也有128人伫检验中。另外，最近1礼拜，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病毒基因定序结果也出来了，在一例全部拢是为着 Delta 变异株，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土耳其这国家，其中有8个人无症状，有4个人是突破性感染，全部拢是注射 BNT 疫苗。有突破性感染哦，这目前有发现有4案哈，就是16113、16125、16186啊，跟16201。依照指挥中心的统计，对7月到即阵有317名境外移入的个案，其中63例是突破性感染。另外，在突破性感染内底有19例是Delta变异株。得到桃园机场地群人员的基因定序，是毋是甲新北幼儿园同款？曾连上表示，个案的全基因定序结果是还未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中营航空进前连续3个机师确诊，其中1个机师违反防疫规定，去互中营死头路。民航局今日针对机师个人罚40万，嘛针对中营航空因为管理无好势罚200万的罚单。民航局指出，这任的机师8月底完成台北到芝加哥的航班了后，回来台湾，应该要做7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不过，伊唔能出去看医生，而且佫去参加聚会，而且拢无甲因通报。除了动罚以外，民航局嘛邀请业者讨论检疫规定的施行问题。5月到10的这波本土疫情，有真侪人认为讲是因为放任机组员的检疫改做3天加11天所造成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就做专案报告，不过说互国民党的立委阻挡，唔互伊就台报告，甚至佫要求伊爱落台负责。请让苏院长报告好不好？国民党团提票据无要退让，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先回室内再当上台报告。针对5月疫情严重，外界讲这是中央放任机组人员检疫3+11的政策，才会形成防疫漏洞。苏贞昌17前往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不过国民党阻碍议事，所以苏贞昌无法度上台。那既然这样，报告院会，我们现在休息。我们所有该给立法院的报告都是如期限缴交送达，而疫情变化非常快速，我们都非常战战兢兢的准备，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定稿。根据书面报告讲，3+11加强版政策由指挥官陈时中召开会议定案。技术工会3月2日表示，机组员有9成技术无法度正常生活，将近6成严重失眠，会危害到飞安。所以陈时中伫4月13邀集专家学者讨论，考量到迄个时阵连续60天无病例，所以才决定实施3+11的加强版。
当然能够把话讲清楚最好。他自己会负责吗？他本来就是我负责啊。3加10基础版为去年3月底至12月底实施9个月，3加11加强版是今年4月15开始实施。两个拢要求机组员必须来进行3天的居家检疫，也加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按过加强版更较严，毋但管理上采用零接触的方式，机上专程防护，也个用餐休困中间隔开。另外专用厕所3天机检 PCR 采检阴性，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也个电子围篱。航空公司的追踪关怀，按过报告无提起当初协调的还魂。报告我们就尊重行政院的调查小组的结果，那未来也有监察院的调查，那调查报告，那我的态度都一样。院长自己怎么样请辞就好了。但是就是一个最大的负责啊！行政院的调查报告也出来，讲这3加11加强版是指挥中心基于咱国的防疫安全前提下，兼顾到防疫强度，也甲避免防疫疲劳所做的决策。但是决策过程是不是有做书面记录，并未影响到决策的有效性，也甲适法性。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的这个时阵，应该真侪观众朋友摕着当抽到的艺放馆来看电影参加活动。今年度的艺放馆嘛要来啊，同款一分是600块，而且今年增加到300万分。另外，今年还有一项新的合作国旅馆，一分是1000，后礼拜3 9月2日甲5倍馆做伙登记，到10月12就会开始抽奖。去年文化部发放艺放券，反应是真袂歹。今年搁一摆发行，每份依次600块，但是总数为200万份增加到300万份。9月22到10月29拢会使来登记。10月13开始，小连续4个礼拜3会来抽签。11月10号到明年4月底会使来使用。因为我们分了4个梯次，每一个梯次的抽签前的那个礼拜5的晚上11点59分是你最后截止日期。那也就是说，只要是10月8号以前能够登记成功的朋友们，你其实至少有4次，就是最高就会有4次抽签的机会。不过到今因为防疫，也有表演场所无开放，也是有人数限制。地区真侪演唱团体、剧团等等，无都顺利办理表演，这些人可能无都得到艺放券的帮赞。我知道也有很多艺文团队，因为这个关系，他其实是连排档都不敢啊。文化部这边准备了几个所谓的积极性纾困的这样的计划，看您是要转线上。我们有一个补助大家去转成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间隔座好或是梅花座的部分，那因为这个票房没有办法卖到全满嘛，好，所以我们也会着于对于每一场演出的时候，在制作成本上给予相当的补助。文化部表示，这段期间拢一直甲指挥中心沟通，相信只要大家甲疫情控制掉的，未来就会使解封，到时大家就会使安全入去剧场看表演。记者郭冠廷随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国外旅客国内旅游嘛减真济，所以有侪相款的店头啊，拢都了了啊。店面减租金嘛是无人要租，亲像树林相款，敢若300公尺就有22间店是空的，西门町的生意嘛是零零清清。有大头家就表示讲，虽然厝头家已经降厝税啊，不过生意也是歹到无够通好纳开销。台北市西门町成东路开业已经10年的 KTV 新据点设计传出关店退租，八大行业受到冲击真严重，经未到解除这禁令，决定关起咯。另外，佫行几步啊，有名的连锁速食店肯德基也退租啊，边仔服装店、卡地掠零店全部铁门有落来，只有这间店因为是家己的，才有法度继续经营落去。在西门町里面，房租真的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现在观光客都没有来了，缩衣节食。西门町沿行路这区域，设计人也减少一半，中国3成的店头拢打着招租的广告。业者讲生意歹做，就算厝头家要降租，也根本挡袂牢。一半有啦，是蛮难生存的啊，对啊，是买气上市真的差蛮多。不过今年初，日本大型的百货卖场唐吉诃德开始进驻西门町这个商区，而且一个月租金462万，是全台湾上贵的店租。当时疫情有较低，人可以排队排真长。不过对疫情佫逼出来了后，生意已经落真多了。伴手礼店呐，还有像药妆店，这都是影响很深的。现在不大可能说马上复苏。台北市商区生意真歹，永康商区的店面为了招租，发出免收4个月租金，减144万的广告，以外也无人来。店面空置率是7%到9%。
另外，最后做观光客树林夜市啊，这个商区更加惨，300公尺就22间的店面要租，空置率已经超过27%。另外，伫东区机票店面的月租金对过去卡不到超过100万，降到剩18万，店面的空置率也超过13.5%。今年以来有很多的一线商圈，空置装潢期不需要付租金的方式之外，有一些业主也愿意调降1到2成的一个租金。各商区的发展协会讲，即阵希望5倍外用刺激消费，带动内需的经济，更加希望本土疫情莫阁爆出来啊！台北市的商区才有机会行出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外送食食的市场是当日，Foodpanda、Uber Eats 外送车是满街路。不过根据公平会调查，Foodpanda 和这合作的餐厅伫咧平台看的介绍，爱甲店内同款。因为平台阁有爬数咧赚，造成店家是赚比店内卖阁较少，安尼就违反公平交易法，罚Foodpanda新台票200万。葱油饼伫鼎底煎甲两面赤，佮配合真一种口味的调味料，是好食佮多样化。这是台北市内湖的人气葱油饼店。若到下晡时间，请未少上班族用外送平台来买。不过公平会调查发现，Foodpanda和这合作餐厅伫平台看的广告爱甲店内实际介绍同款，而且佫限制合作的餐厅袂当拒绝顾客家己提订单。已经违反公平交易法，决定要处新台票200万的罚款。不过店头认为无受影响。价位最后是有相对的提升。如果可以自由关闭的话，那是对店家相对有弹性一点。对。最近国内外送平台市场变化真紧，市场规模明显成长，尤其受疫情冲击，外送平台佫成做餐厅主要的销售管道之一。目前以Foodpanda甲 Uber Eats 的市占率上悬。公平会表示，餐饮业者伫销售餐点后内容外炸，或者是透过外送平台订餐的顾客时，原本就应将无共款销售管道成本反映伫介绍顶悬。消费者应依照家己需求，选择上适合买管道。不过Foodpanda和这合作餐厅伫平台看的介绍，爱甲餐厅家己卖介绍同款，会造成内容顾客爱甲外送平台订买顾客共同分摊平台抽的钱。对店家来讲，外用的既然我没办法反映成本，那我只好把这个成本可能会转嫁到内用的消费者身上。选择顾客自取的，大部分都是既有的顾客比较多啦。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增加顾客嘛，所以等于是说店家自己在打自己。Foodpanda声明表示，为避免消费者因为买的方式无同，爱加出钱，所以设有店内介绍选项，互店家家己选择。选择店内介绍，店家用伫 App 得到免费专区行销价识别标识。因为目前还无收到公平会相关文件，对于详细法律理由也无了解，后续会依法律内容评估是毋是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家长发现讲，因家的囡仔咧写功课的时阵出现偷卡讲的情形，怀疑讲课本的价钱是超标。台北市的教育局就表示，印刷厂有提供合格检验证明，不过要是先甲这批28万本的作业簿啊，全部收回来检验。这个几乎每一都有。新学年才拄开始，小学生才收到的簿啊，好亲像有怪味。台北市有家长伫面册小一联名发文，囡仔写作业的时阵出现头晕的症状，也有家长抛出课本挂伫阳台吹风除臭的相片，因为作业簿的味怪怪，有家长用专业工具检测，疑似假传超过标准。台北市机关李建昌收到未少家长投诉，摕簿啊偏一个道怪味，伊伫现场质询台北市副官员。我们已经送去找一个专业的来做复核了这第一个部分。第二，我们已经下令这段时间里面暂停使用。反应太慢要检讨，这是还是问题，不是说它进步，而是为什么会反应太慢。教育局强调，写这簿啊是台北市府办理采购招标案件，是为加强小学生的写甲笔顺能力。小一甲小六将近28万本，发表金额是311万。虽然已经请厂商提供检验合格报告，有办无度，不过为学生健康，要暂停用这个版本，搁全面上验。因为簿啊顶悬有翰林2个字，一度互外界误会是翰林出版。这个部分呢，是台北市政府他们教育局自行编撰，然后也自行招标印制，并不是我们翰林公司
生产制造的，也不是我们协助印制。吸入过多的甲醛的话，当然第一个会对于小朋友的这个注意力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当然，如果吸入的话，它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气管啦，还有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免疫系统，其实多多少少都会造成一些影响。教育局强调，为维护学生健康，佮降低家长的记录，这批谱会重新送检这个广告，让家长安心。期间若是有教学需要，学校应到台北市的艺必司法网站下载印刷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网络名人试菜鸟做高端疫苗了后，家己开钱去验抗体，伊搁伫咧网络顶悬表示抗体偏低，造成袂少民众会惊，小济拢走去验。指挥中心就表示，自费验抗体目前敢若开放予机组人员，一般的病院若是收民众去验是违法的。点开网络红人试菜鸟的面册，9月初8迄篇自费检验抗体这个文章，还佫伫咧讲高端疫苗第一期做完15天后，自费开1250块，验出来的 IgG 数值35.4，抗体数值偏低。无想到自费验新冠疫苗抗体，目前无开放予一般民众检验。中央现在没有开放医疗院所自费来检验做抗原检测，它的收费标准它就是没有经过审核定的话，那这部分就会违反医疗法的一个规定。我们目前是有12家指定的医疗院所是可以验抗体。目前虽然我们有开放民众自费检测这个抗体，医疗院所他们如果要收取这个自费的检验费用，他还是要先跟地方卫生局申报核可，那才能够收取相关的费用。指挥中心是讲，自费验抗体敢若开放予机组员，目前无开放予民众检验。一般医疗院所呢是私底下接会违法。知影讲可能会害到病院方法，这个试菜鸟是讲，只是想要知影注入身体疫苗是不是有保护力尔。我也不知道这相关法规真的有法规这事实存在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去注意。我也不希望他们触法挨罚，但是我又想要关心我的身体。这不是什么不合格的事情拿来验。那如果大家觉得收费有问题，那这个我们尊重市政府的规定，法就法尊重啊，我没有什么意见啊。不过，原有医师呼吁中央应该赶紧开放自费检验疫苗抗体服务，强调民众有知影权利。我们希望公共卫生单位能够早点的核准，在医疗院所开放这样子的检验，不能够抹煞了这个老百姓这种知的一个权利。卫福部是讲，若做其他医疗院所有意要投入自费疫苗抗体检测，会当向疾管署提出申请评估，无只验出来若是结果无准，恐惊会造成防疫困扰。若是核心诊所是不是有违法，会由台北市卫生局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发生军事管线的大学生唱歌团当中，有一个学生伊出入 KTV 的时阵，登记实名制手机号码是伫因爸爸名下。落尾咧做疫调时阵，人就怀疑讲伊敢是咧闪调查咧，伊就自愿咧食6000块的罚单。毋过用亲人名下电话号码是咱生活中真事上的代志，所以因爸爸就决定要提起诉愿，是政府今日撤销罚款。行政执行署的人员来到姓汤的女性厝内，老母一直咧解释讲，查某囝毋是调工，唔配合疫调。他在读高2的时候请的，所以那时候不能就是请他爸爸的名字。所以那只手机到现在还是他爸爸的名字。今年5月份，台中爆发朝阳大厦唱歌团的群聚案，姓汤的女性迄天唱完歌，记当天又搁去共一间 KTV， 别个包厢唱歌。自当时留的手机号码是登记老爸名，市府后来扩大疫调，一开始联络袂到姓汤的女性，认为伊疫调无老实，该罚6000。到底是汤女在持有，还是她爸持有中，从客观事实上是不明的。但是第一时间就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那站在主管机关的人员认为是说，他是不是在规避或妨碍疫调？姓汤的女性，伊的爸母是真委屈，也是先拿罚金，也强调讲毋是调工闪疫调，有联络到查某囝叫伊去快筛，即马已经提诉愿。有律师认为，目前签名制多数是用手机来验证，行政单位的处分虽然合程序甲正当性，但是和实际状况有一寡前差。民众也认为讲，要处分就看个案的状况。手机重要轨迹都可以查得到人，他没有存在的故意违规行为，法律上也没有禁止他的手机必须登记本人。的确，手机可能是登记我的，是给妈妈使用。
那可能走进商场不是我走进商场的。律师表示，手机号码登记甲使用无一定是同一个人，若使用者无记做，也无追踪袂到，就无应该互认定是唔配合邮调。台中市府表示，所管的委员会决议撤销罚单，会停止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第76届联合国的大会9月2日开幕，用现场甲网络连线的方式做伙进行。举办大会，纽约州是要求去参加大会人员全部拢要注过疫苗。不过联合国表示，无法度强制各国的元首拢去注射。俄罗斯就批评纽约安尼是侵犯成员的权利。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嘛表示讲，伊绝对无爱去做疫苗。今年联合国大会改用线顶甲实体，会伫1月17举行总辩论。甲时阵，世界各国领袖有机会做伙，不过因也面临被要求注疫苗情形。I reached out to him proactively to say, hey, here are our standards in the city. And we understand the United Nations is a particular organization, has its own rules and its own jurisdiction. But I expressed to him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have continuity with what we're doing in the city, just for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everyone. 纽约市政府认为，联合国总部大会厅未真正是会议中心，依照纽约市的规定，参加人爱注新冠疫苗，市府也会伫场外设置1支的矫正疫苗注射站甲快筛站，予需要人使用。俄国批评是明显歧视，侵犯联合国成员权利。巴西总统波索罗纳佫坚持绝对有要注疫苗。O que acontece? Você toma vacina para quê? Para ter anticorpos, não é isso? A minha taxa de anticorpos está lá em cima. We have cooperated with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host city on these matter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discussing these matters with them. 根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会确保大部分参加人拢注疫苗，不过未强制要求提出证明文件。第三医护人员注新冠疫苗加强剂。英国国民保健署16开始，伫英格兰甲威尔斯对医护人员50岁以上老大人甲脆弱族群注第3剂疫苗，确保秋冬疫情升悬的时阵，能得到较侪保护力。We need to boost our population now. We need to boost those who are most at risk from COVID, but also those like our frontline staff who are at most risk of not just getting it, but also passing it on.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listen to that advice. 中国官方通报，中国注2剂新冠疫苗16已经超过10亿人，疫苗完整注射率有71%。河南省先启动注加强剂，已经针对注疫苗满6个月18到59岁人注第3剂疫苗。公司新闻陈伟仁评价。军中产者甲失业的问题本正就真吃力，即阵阁拄到疫情霜冻，已经有42%的产者人口，10.2%的失业率。因为生活困难，政府阁唔解决，总有9万的民众伫首都抗议。差不多9万的阿根廷民众16行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抗议国内产车甲失业的问题一直无法度得到解决。这个游行是由左派工党的附属组织普罗工人所发起的，原来得到一寡团体出来响应。En Argentina hay 50% de pobres. En Argentina hay jubilados que cobran 24.000 pesos. Es decir, hay jubilados que no pueden vivir, que no pueden comer a pesar de que trabajaron toda la vida. 阿根廷2018年以来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到即嘛，物价甲失业率一直起已经真侪年啊。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使得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严重。路透社报道，目前阿根廷有42%的产车人口。失业率是10.2%，过去一年累计通货膨胀率阁超过50%。有示威者认为讲，政府为着行外国的债务、削减财政甲实务的援助计划，政策严重错误。La situación es realmente dramática. Las fábricas están cerradas para el pueblo. Solo puedes entrar si tenés mucha suerte. Ganarse la lotería o conseguir un trabajo genuino está más o menos en la misma línea. El gobierno está volcando millones de pesos a lo que es la deuda externa, por ejemplo, con el FMI, lo cual eso significa que después tiene que recortar presupuesto en los distintos sectores. Y en el caso del Ministerio de Desarrollo Social, está recortando en programas. 阿根廷12正大举行完期中选举的初选，为11月份国会选举选出各党的候选人。前总统马克里带头的在野党，伫首都甲14个省得到胜选，反映民众对现况的不满。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中国今年对因国内侪产业严格管控，要遵照共产主义压制资本的运作。即阵澳门的交警嘛，正做管控的目标。澳门当局特别受交警相关的法律，有美国入股的交警以后恐惊无法度继续伫澳门经营。北京当局10时释出加强监管澳门跋筊产业的信号。澳门政府15号随宣布展开拢总45天的立法咨询，检讨明年6间缴场牌照到期了后，执照发放的数量，打算提高居民对于跋筊的持股比例，建议委派政府代表担任企业的董事等等。目前澳门刚发出3张缴牌，持有者是银河56、澳博也加美珠的英利。不过，这3间公司另外发出副牌，予金沙、美高梅也加新豪国际。未来修法了后，可能会禁止发放副牌，所以美珠的金沙加美高梅可能出现危机。消息一日出来，澳门的6支跋筊相关的股票大落，市值失去1/3，损失达到180亿美金。金沙英利、美高梅3间公司的美国母公司，因为获利主要来源都是位于澳門來，也連續2天股票大落。分析師認為，真正退出機會無大。Win and Sands get kicked out of Macau, and that I think that seems unlikely. So just a small chess move in the battl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ight now. Largely in part that progress has not been really made amongst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澳門算是世界上界大的跋筊中心，規模達到美國拉斯維加斯的6倍。相關的收入佔澳門政府稅收的8成 ，GDP 的5%。不過，上過頭挖靠跋筊產業，也加洗錢才會確實，引起到中央要來管控，也將為國人民提趨勢下，在科技、影視、保教、電玩了後，又閣一個加強整頓的領域。業者普遍真悲觀，甚至煩惱到尾一定會走向國有化。國際信評機構將澳門6間跋筊產業的評級向下調到中性，還是未出。公司新聞是為中編譯。當年強調講要甲毒品正面對決成功當選的菲律賓總統杜特地，任期已經第要到啊。不過最近所有真濟民眾因為掃毒的行動傷過超過來死亡。杜特地嘛因為濫送用暴力來迫害人權，當咧面對刑事法庭的調查。不過杜特地是表示講，伊絕對袂配合。國際刑事法院 ICC 的檢察部門為2018年展開初步調查，到尾的判斷有合理基礎，認為杜特地政府在2016至2019年期間，透過反毒運動犯下反人類罪的謀殺罪行。在 ICC 展開調查了後，菲律賓隨時宣布退出 ICC。針對 ICC 批准深入調查這個案，菲國總統杜特地透過發言人再次聲明，未配合調查 ICC 賣笑想。na siya'y mamamatay muna bago siya haharap sa mga dayuhang mga West. Dahil ang ating mga hukuman ay gumagana. No? At ang korte ng ICC ay walang jurisdiction. A flat-out lie. The fact that the investigation covers the killings in the periods, in the years when the country was a member of the ICC. 根據檢察官所提出的評估，所講的反毒戰爭運動，未當互人當作合法的執法行動，顛倒是對百姓系統性的攻擊。Those who destroy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will be destroyed. Those who kill my country will be killed. 國際刑事法院 ICC 6月公布一份報告，杜特地自2016至2019年毒品戰爭期間，公開鼓勵執法人員在街路掠人了後，非法處決，犯下危害人類罪，估計有超過6600個嫌犯死亡，不過實際數字可能更加高。這原來是 ICC 所來要調查的重點之一。Kaya siguro plano niya pang tumakbo ng Vice President para makaiwas sa pananagutan niya。杜特地9月初得到執政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甚至傳出要為伊的查某囝薩拉參選鋪路。菲律賓百姓難免會想講，伊是要延續伊的政治野心。若做杜特地真正順利當選副總統，享有豁免權，就當閃過國內外的訴訟案件。公視新聞黃雲玲編譯。轉來關心國內消息。韓共37號演習今日結束，在咱演習的這幾天，共機是逐天攏來咱的空域擾亂，空軍就鬧談話，嗆講共機是破壞區域的和平。另外，歐盟通過《歐盟印太合作戰略共同報告》，甲咱台灣放入去伙伴關係。學者就分析，這是半導體產業表現出色的功勞。
完成各项的准备，飞官赶紧登上 IDF 经国号战机，准备要来升空。后面将看到空军下为领空的决心。汉光37回演习就要结束啊！内中清泉港基地17点开连续反击作战的任务。中共军机17岁摆进入咱西南空域，对此空军按照惯例实施广播驱离以外，也讲谈话。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侵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还场脱离，你已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你要负完全责任。中共军机一直侵扰台湾，冲击区域稳定。欧盟10日通过《欧盟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战略联合公报》，公报内底有5个所在讲到台湾，像是加强印太合作，也有双边的贸易关系、海洋地理、数位地理这部分。欧洲议会15已经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强烈反对片面改变两化现状行为，呼吁推动台欧双边投资协定 BIA。学者分析，凸显台湾国际地位提升，相大优势就是半导体供应链。欧洲议会作为欧盟4亿5千万人民的最高民意殿堂，他们不断地以具体的行动来力挺民主的台湾。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由衷的欢迎跟高度的感谢。第一个是它确保它在生产的过程不会造成装备的污染、设备的污染。那第二个就是供应的稳定性。第三个就是说，中国它常会对于其他国家在中国设置的这种科技公司，会要求提供原始码。两华对立局势相关，唔但欧盟真关心美国甲澳洲的高层会谈，会后也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扮演重要角色，也是美澳两国重要伙伴。未来中华甲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到啊，油啊当着时，未少海外的消费者嘛拢真介意。不过，煞出现有假用名义的情形，有果子龙的相片就去互香港的水商偷用，公文嘛去互偷用去。不过，偷用的水果商是表示讲，发文已经回失了啊，双方只是误会会甲相片甲公文拢摕落来。文旦摕起来确保外观色水符合标准装箱，放起咧棚仔凊，确认有够当才当出货。中秋节到啊，文旦的销量真好。去年大概就是2000箱左右的一个订单数量，好，今年又多了1000箱，好，1000箱3公斤的，好，所以今年就整个也是在大幅的成长。今年1月至9月中，全台湾总外销产量是6848吨，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2790吨，顶有是销量成长7成以上。文旦外销前3名是中国香港，也有加拿大。其中中国香港今年的销量无受到疫情影响，颠倒大幅度成长，香港增加2倍以上的销量。不过也出现假报的，麻豆果农所翕的相片去互香港水果商偷用，麻豆农会也发现家己公文竟然也互人偷用。这个公文就是证明这个文旦是保证65年啦，哈。那后来我们发现那个公文，事实上农会没有发这个公文。台南市全台湾文旦上大的产区，尤其是麻豆的面积上大，有847公顷，烦恼影响到形象，麻豆农会有可能要告，市长原支持，嘛考劝农民唔通为了外销揽到来路不明的文旦。商品的部分，我们还是要透过管道去跟香港政府反映。互人指控的香港水果商原来写文章回失的，认定是双方误会，不过强调相片是台湾的果农，为了避免一寡议论，所以公文甲相片拢摕落来。农委会国际处是讲，公文去互人变做偷用是头一个听到，未来有类似的情形，除了互受害农民法律的协助，也会甲当地政府来参详因应对策，建议海外消费者唔通买来路不明的产品。若做有疑虑，会当向台湾驻外单位也是外贸协会反映。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有民众要返来台湾进前，伫咧网络订防疫旅馆，住一暝就要2700。不过返来住入去了后，所发现讲4个拢是加纸加猪肚，而且佫水管拢一直咧漏水，环境是有够歹。苗栗县政府就表示讲，已经取消这间防疫旅馆的资格，暂时袂当佫收人客。生果的卡垫碰床，旁边也有加纸尸体。详细看这床头放的螺丝嘛灵去啊！这是苗栗市一间防疫旅馆，民众9月初3回国住入去这间所在，内底是真垃圾个乱。这间旅馆官网顶所展示的各种设施甲图片，甲实际差真济。完全就是被骗啊！晚上的蟑螂啦、蚂蚁啦、蜘蛛就会爬出来。这不是单一个案，同款住伫这间防疫旅馆姓吴的小姐也讲，防疫旅馆外口放真侪杂物，房间内真湿，还佫臭扑味，就连床巾嘛真侪狗血，互伊几落天拢无法度安心休困。那个手上就麻麻的，蚂蚁就爬上来了，就因为那个床单是白色嘛，
然后就看得非常明显。我们都已经请那个消毒公司来消毒了，我们都正在改进中啊。对于接到投诉的消基会认为，对需要住入去防疫旅馆的消费者来讲，是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是一定爱做的。中央甲地方主管机关伫防疫工作正无用的时阵，嘛应该拍拼为防疫旅馆的品质做监督。在防疫旅馆每周都会固定的联合卫生局、消防局、环保局到现场去做督导跟确认。在针对不洁的部分，那时候有请业者要限期改善。但后来卫生局还是有发现，他们有一些部分没有做的尽善尽美的部分，那也已经有开出罚单。苗栗县政府是讲，已经顶礼拜将这间防疫旅馆甲摕落来，要求爱停止招收新客。听后，最后这10个防疫旅馆隔离期满了后，会阁进行评估，是毋是予伊阁做防疫旅馆，也要尊重业者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一个姓罗的查甫人，2018年的时阵，夜倒撞入去一间气科诊所，讲要找因小妹，但是煞甲医生害死，2个医护人员嘛受伤。经过1、2审甲经1审，拢认定讲这个查甫人有教化可能，所以是判伊无期徒刑。最高法院16日嘛驳回检方甲家属的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定案，护死者家属是真歹接受。提标语徛伫台中高分院头前，过身的气科医师王冠中的太太表达对司法部作出抗议，因为最高法院16日驳回上诉，杀死气科医师的姓罗查甫人维持原判。违法的凶手可以假冒精神疾病逃避死刑，他诈病，可是守法被杀的被害人却没有选择活的权利。2018年5月，姓罗查甫人走去小妹上班的气科诊所要找人，过程中杀死气科医师王冠中，佮杜伤2名护理师。经过1、2审拢判无期徒刑，台中高分院伫经1审也维持无期徒刑。检方甲家属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经1审的判决理由甲量刑无违误，16日驳回上诉，无期徒刑定案。因为受到思觉失调症的影响而产生杀人的动机，被告他也不是惯于使用暴力的人，也不是完全泯灭人性，但最后也不是完全没有悔悟之心。虽然有提出台中营总的精神鉴定报告，认定伊杀人时阵无受私家失调症影响，不过也是无被法院接受，犯后态度阁是被认为原教化甲无泯灭人性。所谓的可教化的标准，其实在法律界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那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导致说有时候民众会觉得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教化，什么时候是不可以教化？如此认为，敢若用犯罪了后的态度判断是不是原教化，难免是法官的自由心证。死刑处决也会正做是检察官的选择，失去司法公正，应该建立标准化，才有方向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怀山乡公所表示，乡大会昨已经通过追加1300万的预算，按算要发放全乡一个人1000块的纾困金。只要是伫咧今年9月15进前，户籍伫咧怀山乡的人，拢有资格当领，估计会有12500人领得到。那很好啊，好 ，OK 啊，好啊，那非常好啊。那你会打算拿这1000块做什么？这日常用品吧，生活日常用品。还不错啊，很棒。民众一听到有1000块通好领，拢笑嗨嗨。新竹县怀山乡民代表会16日同意公所第11月，针对9月15进前户口在怀山乡无论会所的民众发放1000块的现金纾困。虽然说是1000块，但是对我们横山乡民来讲，1000块还是有一部分的帮忙，也蛮大的一部分的帮忙。我想代表会绝对都会去给所有我们乡民，只要有任何的福利，我们代表绝对没有异议，绝对会一一通过了。怀山乡长讲，疫情严重影响乡亲的生活，尤其是在来湾做生意的店头，希望透过直接发现金的方式，加减帮助大家。把这个今年预算多出来的统筹普通统筹呢，把它转换成这个防疫纾困金来发给百姓哦，那让他能度过这一个疫情。当然1000块不多，但是呢，我想呢，对乡下人来讲呢，至少他可以维持他1个月的这一个电费。目前初步估计有12500多人会使领到这1000块，
通工所希望民众会使配合中央发的5倍券，做伙提升环山乡的经济。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嘉义县启基伫丰田的太阳能供电厂，今日举办启用仪式。这座供电厂是全台湾上大的供电投资案其中的一个厂。目前专案伫咧全台湾有4座地方池供电厂，一年会当发电8000万度左右。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参加县长洪忠良17做阵主持启基地方池太阳供电厂的启用仪式。沈荣金表示，年底就要进行考试，是毋是中期的公投？希望相关单位加强宣传绿电的好处甲成果。等咧做的时，咱用电愈济，所以咱为着安尼要来起电厂。咱即马咱用太阳光电甲设落了后，总啊会当来解决咱即个日渐风的问题。17日，嘉义县一里乡启基启用的供电厂是台湾目前上大的供电投资案。这个案伫嘉义县、高雄甲彰化，拢总起4座地方池太阳能绿电电厂，总面积130公顷，一年会当发电8000万度左右，减少碳排放量大约4万吨，提供2万外户一年的用电量。咱这个到2025年20吉瓦的目标，咱陆续来达成。这个月已经过6.8，后壁都13，所以一地多用这个设计，是以后咱要来发电太阳能的一个真好的这个方式。嘉义县长洪忠良表示，地方池解决饮水的问题，供电是清气的能源，利用地方池来做太阳能发电，一举两得，嘛替嘉义县未来的发展带来真好的帮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农作物若厝农药就会伤环境，若是无用，佫会受到病虫甲鸟鼠侵害。所以，屏东科技大学就伫咧田林大灌溉啊，毋若是为麻叶这款鸟类提供叶串的所在，佫会当互麻叶掠鸟鼠，用上自然的方式减少鸟鼠对农作物的损害。画面顶一只麻叶掠着鸟鼠了后，停伫架仔顶面休困。这款画面，互附近的学生看甲真激动。是我第一次看到老鹰，对，然后我觉得它还蛮大的，有点可爱。其实这款画面并不是运气好拄好翕到的，是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甲高树乡的先导书院合作，做伙做的免禽生物防治法。因为屏东高树有种真侪往来，不过田林却常常受到鸟鼠的侵害，所以因就伫田林采6米悬的架仔。毋但提供麻叶甲鸟类叶串的所在，麻叶人到地嘛会伫田林找食掠鸟鼠，减少鸟鼠损害农作物。用竹竿弄一个制高点，这样它就有机会可以吸引猛禽或者是一些食虫鸟进到这个田区里面来站立、来停栖停留，那就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田区里面帮忙抓老鼠。从设了这个应栖架，其实我们发觉了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就是说，居民越来越多哈，越来越繁荣。鸟类研究室表示，伫田林搭灌溉啊，是一款对环境生态真友善的方式。毋但互附近的生态更较多元，麻叶找者嘛袂甲所有鸟鼠拢消灭，会维持一定的平衡。因为这边伫高树的经验真成功，未来按算要甲这款方式推展去更较侪乡镇，互农业甲自然生态会当找到上好的相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甲甲布袋戏若合作伙演出是虾米款的光景呢？台北爱甲歌剧坊最近就排演2出趣味佮奇幻的歌剧，其中一出莫扎特的可爱的牧羊女，就这款特别的安排。20暗要伫咧国家音乐厅甲线顶做伙演出。有啥物办法会当互我亲爱巴斯汀尼回心转意？台剧的口碑念的主角是歌国名，佮甲高雄角合作伙。布袋戏翁仔随声甲甲的歌声，甲团的演奏，演出音乐生动。莫扎特12岁创作的可爱的牧羊女，台北爱甲歌剧坊、甲单阳剧团等等合作，甲中西技术甲斗阵，就大家看一出真无同款的布袋戏。目的是推广布袋戏到世界各地，还有介绍给台湾年轻的观众。因为曹老师他本身的使用的台词是台语，所以在台语他很道地的使用了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俚语，或是特别有意思的
谚语在整个里面，所以让观众会觉得特别的亲近。除了可爱木有女，阁有另外一出关东甲魔法的歌剧。台北爱甲歌剧方表示，受疫情影响，真难得。20通过重新伫国家音乐厅甲观众见面，即届因应疫情，现场用梅花座，阁有线顶收看2种方式，希望民众伫防疫前提下支持家文活动。记者陈雅文、曾派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国博物馆公开画家梵国过去无互公开过，互收藏100多年的素描练习作品，目前甲伊其他作品做伙放伫咧博物馆内底展出。用线条组织的素描作品内底，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用手铐刺插伫腿面顶，而且暗着面。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国博物馆伫当地16展出的新作品，名号做真忝腿。It's a new drawing added to his oeuvre as of today. It's a drawing he made in The Hague in 1882 in November. It's part of a series of a long series of figure studies and model studies that he was working at the time. And it's an old man sitting on his chair, thinking over his life, worn out. 经过了解，这部作品是私人收藏家的收藏之一，是1998年到1910年得到的。经过家族世代社团保存，这位收藏家向博物馆请求鉴定，看这幅图是不是梵国所画。而根据梵国作品真侪年的资深研究员梅登多普根据画风甲材料，使用粗木钢鉛笔加品质无好的水彩纸，认定有符合梵国早期伫海牙的作品特征。特别是画后壁阁有派去的痕迹，推测有可能用淀粉甲画纸粘伫画帮，这拢是梵国伫创作时阵的习惯。严格甲这幅图真小型的画有真侪个，梅登多普推测这是梵国伫训练家己的人物画图技术。But after his first campaign in The Hague in the summer of 1882, he discovered that he lacked the ability to paint peopl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aint people as well. He w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you might say. So it's literally back at drawing figure studies, and he made hundreds of them in the fall of 1882. 这幅图过去毋捌互公开，好顶顶是后来梵国有名的画《英魂之门》的草稿，真正伊的画拍卖拢超过1000万欧元。若是这幅图，博物馆即马无法度定出介绍。虽然博物馆内底已经收藏真小型的作品，这幅新的素描练习作品有关的继续在馆内展出到明年正月7日。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